是咱犹原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乱府。 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平，伊要倒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这是咱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7，启应文启应文54篇，我来启，恁来引。心灵善者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加因安慰。 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咬喙搭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帮助。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加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 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阿免。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伫清早。 虽然有风台来到台湾，但是你用你慈爱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你来敬拜。无论是伫线顶，也是伫圣殿当中，主啊，阮拢要用欢喜、感恩的心来你感谢，你来敬拜。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美的主，万项事拢是对你来的，阮相信。 有上帝你的看顾，阮会当得到平安甲顺遂。主啊，阮也来到你的面前，你来悔改。阮时常用阮家己的骄傲来面对各项事，阮用阮家己的气力来解决问题。哦，主啊，求你赦免阮，帮助阮，无论拄到顺境还是逆境。 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你来祈祷，将阮家己献予你，互阮手中所做的会当成做主所欢喜，荣光归伫上帝。这时，主圣神恳求你充满伫阮的当中，互阮会当搁再一摆明捌上帝的话，会当明捌上帝的真理，也互阮。 伫阮的生活当中，实践上帝美好的旨意。求主帮助阮，拍开阮的耳孔，会当互阮听见主的声音；拍开阮的心门，会当互圣神充满伫阮的内面。求主祝福今早起的礼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上予你。阮安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我的报告。咱掀开周报第4页，也是 PPT 点选会当来看。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定伫9月第1主日开始，连线召开第23届中职选举临时会会，直到选举完成。 为了帮助选举顺利来进行，本会本主日举行这次的候选人初选，选票会当伫聚会了后来缴回，
也是伫7月9号拜三暗时10点进前来缴会。选票的结果要成做小会提名候选人的参考，敬请全体在席的陪参会员协助来配合。第二点，本主日下午3点30分，伫3楼的会议室要召开7月份的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第三点，清风敬拜中心的消息，清风敬拜中心新堂对7月份开始要整修，请清风的兄弟会当到宝堂也是油厂的敬拜中心来聚会。对8月份开始会恢复，聚会地点改伫清风的新堂，伫南主区清风路297号。第四点，小会公告。第一小点，对今仔开始，敬拜中心目前的休息室无搁开放予小组聚会，也是其他的活动来做使用。第二小点，对今仔开始，各小组借用敬拜中心小组的聚会时间，需要伫办公室的同工上班的时间，才会当来借用，其他的时间无借用。第三小点，7月份开始，到球队使用3楼生活广场的时间是逐礼拜拜三、拜五、拜六上午半工。6月份的奉献维护的费用是3000块，固定假日是无开放使用的。第四小点，7月份开始，教会福音车借用单位爱是教会各牧区也是各机构的单位，无包含小组。第五小点，顶礼拜无接受洗礼的名单如下，请大家家己看。第5点，下主日7月13日是丰东教会主日，欢迎庄正平牧师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未万心来奉献甲代祷。具体的消息，第一点，儿童牧区的消息，儿童牧区定伫7月29到8月1号下午1点30分到5点30分，举办恩惠学院 Newman 我要改变的抒情雅会，地点伫教会副堂，报名费到今仔日是早鸟价800块，明仔开始是恢复1000块，60个名额额满为止。参加的对象是原本国小1年到6年，欢迎到办公室儿童牧区的区长蔡依云区长来报名缴费。第二点，合作社的消息。第一小点，原本是伫今仔日礼拜三要召开理监事会，才做一个更正，要改做后礼拜主日第二场礼拜后，要伫地下室的会议室来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来注意参加。第二小点是合作社贷款的消息，如果有需要的社员，请伫11月30日前到合作社来洽询。告解消息，请阿牧师。各位在大平安。平安。伫要报告告解消息进前咱当中有7月生日的寿星无？7月份，请咱徛起来，有无？7月份的。你7月生日的咱请同工递上迄个礼金，唱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咱三个来为因祈祷，求恩调安上帝感谢你。伫个红台日的时，阮当中有7月的寿星，甲阮
三角敬拜上帝，无为丰富较无上帝你的道理来到阮中间来敬拜。主以7月份生日，愿上帝你大大施恩伫因，互因日日领受了恩典，逐工有主你所享受的恩典甲喜乐，互因时刻以敬畏上帝、听人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你听阮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请坐。这是来报告教界消息。第一点，高雄爱修会伫8月7日到7月5伫加利利基督院举办启示录7间教会。侍奉者就曾德忠牧师甲曾义林牧师费用2500块。请咱按照教会规矩来申请补助。欢迎咱兄弟伫本主日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二，咱高北区伫7月12上午9点半到12点举办中职甲信徒的训练会，讲师是洪金莲牧师洪金莲老师。地点伫光阳教会，费用100块。欢迎咱中职同工兄弟伫本主日前办公室报名。第三，高雄中华双年事干部伫8月18举行南部双年联合感恩礼拜甲台南半日游。地点伫台南福尔摩沙游艇的酒店，费用1星550块。咱双年生活队每人补助550块。欢迎咱的双年兄弟伫7月13之前，咱的高林理长老来报名参加。最后一项就是咱家己的基督院举办讨房，伊伫讨房的门徒训练的课程暑假课程。7月8月每一礼拜的上午9点到12点，地点伫基督院台南分院请咱注意，这是台南分院是咱民族路2段76号至10号的14楼讲话是咱的陈坤新牧师咱的费用是自由奉献，欢迎咱兄弟踊跃报名参加。以上，这是要来牧师有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吼！咱今日是有定要做迄个教会今年23届中级选举吼，爱做接触的候选人啦，做一个初选会当帮助咱的小会要提名吼更较容易吼所以请咱的接触到3天吼伫咱的内底有业一张啦吼，我小报告一下吼。讲咱要伫中级的初选中间，甲上帝同工吼。我有写几点，头前中级毋是要来监督牧师你若要监督别人吼，你着逐工拢爱诚艰苦看人嘛安怎的吼。咱应该着爱较济吼，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来帮助人来帮助牧师完成教会异象甲使命第二种级就是要带动教会复兴，所以就要学习谦卑做奴仆，做咱所有的羊群的好模样第三就是讲，咱也着爱祈祷，用上帝的眼光来选出伫品格上有智慧、有信心、圣神充满、圣洁忠心、谦卑顺服。愿意献身，看无家己，甲上帝路仆同工的人，这是期待。望伊伫生活上有灵修生活的模样，有生命的见证，会当参与伫小组的服侍，有十一奉献的模样，有福音报道的模样。即款的人，当然会当带咱教会真大的福气是教会福气咱。内底名单无要紧，袂讲足标准，咱这是参考，这毋是正式的选举。因为咱若是当设立入教会，未满2档，照咱的法规袂使被选。为别的所在是长老会伊刷职来，到遮无满3个月，也袂当被提名所以咱
的干事可能有一寡名单淡薄位的拢会摕掉，啊是不过空咧有真侪无啥可能，因为名单伤侪，大家选拢选头前，后壁拢毋知影看吼，啊所以咱有，互咱的时间就是讲咱免真礼拜过看，了天的退转的吼，才到办公室来使吼，拜三以前，但是咱即马拜三以前摕转去交，但是咱后礼拜。可能因咱今拄着风台吼，人较少，后礼拜搁做一届，后礼拜若无推荐着，人无摕着吼，可能后礼拜搁做一届。这是要互社会望咱会当真正提名真侪听主愿意服侍主的兄弟会当来担当即个要紧的工啦吼。所以请咱的执事吼会当分互大家吼，多谢。即是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要看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要对16节看到35节，创世纪29章要对16节看到35节。我来读，恁来看。16节，拉班有2个查某囝，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目睭较疏，拉结生做好看。雅各听拉结就讲：我愿为着你小查某囝拉结，甲你做工7年。拉班讲：将伊嫁互你，较好互别人。你甲我大。第20节，雅各就为着拉结，甲伊做工7年。因为深疼伊，看做几若日。雅各对拉班讲：日期已经满，求你将我的某互我通甲伊同房。拉班组织遐所在的证人办宴席，请因。到日暗，拉班将伊的查某囝利亚送来互伊。雅各就甲伊同房，拉班将伊的女婢示帕，互伊的查某囝利亚做女婢。到天光，一个看见是利亚，就对拉班讲：你甲我做的是甚物？我甲你做工，敢毋是为着拉结吗？你啥事骗我？拉班讲：袂过大个，大声过小个，伫阮遮无人安尼做。你甲即个着满7日，阮就将迄个也嫁互你。你为着伊，搁甲我做工7年。雅各就照安尼行，甲即个满7日，伊就将伊的查某囝拉结。互伊做某，拉班将伊的女婢撇落，互伊的查某囝拉结做女婢。第30节，雅各也甲拉结同房，搁听拉结赢过利亚，就搁甲拉班做工7年。耶和华看利亚无得宠。就互伊怀孕，独拉结无。利亚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流便，因为讲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打我的丈夫要疼我。伊搁怀孕生囝，讲耶和华听见我无得宠，所以搁互我即个囝，就甲伊号名生面。搁怀孕生囝，讲我甲丈夫生3个囝，伊要甲我结连，名叫利未。搁怀孕生囝，讲即个我要学乐耶和华，所以叫伊的名犹大。就停无搁生。以上。
这是伊赞美，要请上联圣歌队。讲道，今日讲道的题目是上帝看见你的需要，上帝看见你的需要，请洪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风台天，大家无畏风雨来到咱圣殿来敬拜主。无论咱伫实际伫圣殿咧敬拜，是咱伫线上礼拜，我相信上帝的神甲咱三个伫地。咱拢会人生中间，咱会拄到你需要别人帮衬的时阵，无人讲伊就是伊生拢顺遂，无需要人帮忙。上帝嘛伫咱的困难中间找人，成做咱周围的帮衬者。比如囡仔要读册，要绑鞋带，袂晓绑，拢会甲是大人讲：爸爸妈妈，你甲我绑一个鞋带。我会记我细汉
我下仔大是我阿公教我安怎绑，吼，所以我永远会记这下仔大是阿公教我教。有一个故事哦，一个牧师的囡仔伊要去主日学，但要绑下仔大袂晓绑，但伊要叫妈妈甲伊绑，伊甲喊妈妈妈妈，甲我绑下仔大，妈妈敢若无听到，但伊看到妈妈的身影，那回应话：牧师娘，牧师娘，来甲我帮忙一下。牧师娘听到，安尼伊对来，我甲伊帮忙。这个牧师的囡仔喊妈妈喊过来声，妈妈拢无啥物反应。不过囡仔你观察妈妈的行动的时阵，发觉会友若叫牧师娘反应真紧。当妈妈去帮会友做代志做了，佮转来，伊坐妈妈的后壁，想讲叫妈妈，伊拢无要插我，伊就学讲无我叫我学会友来叫牧师娘好啊，伊就伫妈妈后壁来喊牧师娘，牧师娘，这妈妈听到，上个唱话，上，我操，我转身看。毋是别人啦，得家己的囝。哎呀，伊这牧师娘就甲囡仔等一下讲，妈妈毋叫，拢叫牧师娘。这囡仔讲，我叫你妈妈无反应啊！我发觉人来你叫牧师娘的时阵，反应足紧的，拢随去帮忙。安怎啦？我甲伊做啥？妈妈，我只要绑下仔大尔啦，我发过来声，你无插我。我叫牧师娘，你开插我呢？我发觉牧师娘叫你较有用，叫妈妈无用，无路用。另外，这虽然是一个手亏的一个牧家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总是问你讲啥物？牧师娘伫教会牧会全心全力来牧养会友，来帮助会友。有影伫咱人生中咱嘛拢有需要别人的帮助。上帝嘛通过别人来成就咱的帮助。所以有人讲，伊世人伫出世到年老，拢毋免有任何人帮助吗？无可能。咱拢有需要帮助。今日咱用上帝看到你的需要，咱来思考。上帝通过这两个做囡仔拉结搭利亚，因在生命中间看见上帝怎样看见这个受俘虏的大母利亚，上帝怎样成做伊的帮助。咱知影雅各对拉班的细汉囝拉结，会通讲足美足欣赏。不过你若对雅各的成长的背景来看，你就知影伊为什么对这拉结这样爱慕啊？人讲一见钟情。其实雅各伊的人生非常的空虚啊！安怎讲呢？来看，以色伊真够怕那，但伊心静袂落来，伊袂伫安静做农业的生活中间好做代志，伊真爱拍那，世界总去拍那。伊的老爸以撒呢，是真爱食这拍那这野味的物件，所以老爸呢特别疼痛这以撒。就是雅各呢，甲伊阿兄都颠倒病。这雅各较安静，常常掉伫咧布棚内面，伊较安静。所以雅各呢，常常伫布棚内面，甲伊的老母利百加斗阵做伙。所以老母呢，就较疼这雅各真正公平啦。老爸疼大汉的，老母疼第二个。不过对安尼咱看。雅各伊对老爸以撒
会得到的疼并无济。我头讲过，伊较疼大兄意思。所以雅各呢，伊从来无享受过老爸的疼。就是咱看了，当雅各为着要得到大囝的祝福，伊的老母利百加就探互伊这第二后生，用伊新生以撒来讲白插。因为安尼以撒伊甲雅各这两个兄弟因为小弟大起对我们要对伊的祝福。兄弟从此以后就开始关系决裂拍破关系，这嘛带来因日后家庭真大的灾难。利百加伊为了鼓励雅各，逃闪伊的阿兄以扫的追杀。伊讲囝无你走去我的阿兄，你的母姑兄拿班了，甲密一个，哇！无拍算，这雅各走去母姑兄一密，就偌久？20冬。咱来看圣经来讲，伫创世纪35章咧讲到，当雅各伊转来到迦南地的时阵，这真得痛的老母利百加嘛过身了。所以咱知影，雅各一定无了解上帝的疼甲关怀。怎样讲呢？因为伊只有将伊人生的焦点看伫人的身躯顶，伊无将人生的焦点照目看上帝。所以伊真恭喜。无你讲拉结伊到底有偌水啊？水到互这雅各看了一见钟情，为虾米？哇！你来看美国伯克莱大学希伯来文学的一个教授叫罗伯奥特，伊安那形容这个拉结呢？伊讲这拉结呢，是只身材真好，生了足水的吼。那用咱正台语的形容讲，腰束内服，尻川定国国，总是咱看到。这拉结，伊生身材好，佮面貌真水，会当讲是像迄林志玲啊，讲迄个条件的啦吼，哇，真所以真欣赏，所以雅各看到拉结，哇，患到一个病，这什么病？相思病吼，所以咱看到。为什么讲雅各对拉结患了这个相思病呢？因为这雅各对拉结意爱甲会当将爱情当作偶像，所以伊的母舅呢，拉班就知影这雅各爱伊这第二组囝，就好利用这个弱点，甲雅各讲：你若要爱我这第二组囝，你爱免费为我做工7年。你影这做工7年的工资薪水，等于是人一般计出来聘金的4倍多呢。所以咱看到每一届人问去雅各，会当带到这拉结的，这拉班的，拢含含糊糊从来无讲好咱讲好的这拉班嘛真干巧。伊的母舅真干巧，家讲啥呢？咱看圣经创世纪29章19节，将伊寄予你，较好互别人，你甲我大。伊要讲好我第二组寄寄予你无呢？所以但雅各的，伊一心一意就是要听到拉班家讲好寄予你不过这拢是雅各家己想呢。伊家己想要听的答案，但实际上拉班无甲讲好啦。拉班只不过甲讲，我感觉你找阮这拉结是袂歹的主意。不过过7冬了后，雅各就来找伊母舅拉班，
讲好啊，你应该7档的工嘛做了啊，你应该把我的某给我吧。按照过去中东的风俗，在结婚的时阵爱办真热烈的宴席，伫庆祝中间，这雅各啉甲茫茫醉醉，这个老板就将伊大汉左囝利亚呢，牵入去迄个房间，甲雅各谈房。迄阵雅各是啉甲茫茫醉醉。根本唔知是啥。当雅各透早起来一看，哎呦，这个唔是我所羡慕的这个拉结啊，是利亚。哇，这个雅各呢，就气挫挫。雅各气挫挫，就走去母舅的面前讲：嘿，你对我做啥话？这母舅嘛真冷静哦，甲伊讲吼。依照阮遮的风俗，大汉的嫁了，较轮到小妹。这老板就继续讲哦，那假使你真要带着你所欣羡所意爱、朝思暮想的拉结，无安尼啦，你佮甲我出7档，安尼，就互你带我第2组囝。哇，这个雅各为着要带着这个拉结。甲伊当做一个交易，好啦，佮甲伊做7档啊！你看这个母舅老板将雅各当做菜店顶外的肉，什么叫菜店顶外的肉？在你嘴啊，在你安尼勒索啦，因为伊知影雅各较爱的是啥？拉结，伊深爱拉结真深，所以。伊愿意佮帮伊的母舅老板呢，佮做7档，这7档亲像7工，安尼一日过。哇，了解，咱看到雅各对拉结感情遮尼用遮深，雅各伊的行为就是真迷人啊！爱情会当透过无同款方式，互人迷啦。亲像药啊共款，你若食药有种食迄米饭了无？你食落一时足爽诶。那药过去就安那会发作嘛，像食毒品共款。另外这爱情有时阵像米饭了吼，无看到会伤伊，看到话讲袂了，对不对？是啊。所以咱看到雅各，伊看家己诶某，亲像迄救世主诶，安怎讲？伊朝思暮想，较相信拉结。伊只要听到伊的声，只要看到伊的影，只要听见伊的声音，哇，伊就满足啊！所以雅各对拉结，会使讲个当做一个偶像安尼羡慕啦。也因为安尼，这雅各真容易落地。母舅老板的骗局中间，而雅各对拉结来讲，亲像偶像崇拜，就是这个经营带予伊的家族数十年的痛苦。咱看到伊欢喜拉结所生的3个囝，较赢过利亚所生的囝，所以咱看到一个老爸。伊对伊所生囝无公平对待，带来是啥物？带来是囡仔内心的伤害甲不平。所以咱常常有听讲重男轻女哦，重男轻女哦，阿兄小弟就顾甲那金孙呢，若我呢顾甲一钱都不得啦。所以了解，咱对囡仔。咱袂使有迄个厚此薄彼的对待，因为这是对囡仔真大的伤害。咱看到以撒咱看伊伤害囡仔，所以咱看到雅各伊带2个某，总是伊较爱第2，较赢过第大汉大某。
所以受伤的上重的是啥物人？利亚啦。利亚吼，家生3、4个囝，伊连插伊都无爱插伊。咱就是你看，利亚是拉班的大汉族囝咧，就是咱讲伊看，咱看圣经爱看细节，圣经甲咱讲一个细节，讲啦，利亚目睭较疏，拉结生做好看。就是圣经无写讲利亚目睭无神，拉结目睭亲像鹰鸟同款。圣经无安写，圣经讲利亚目睭较疏，拉结生做较好看。伊迄圣经内底讲目睭较疏，但华语圣经讲啦，没有神气，没有神气，看起来安尼无做有神的啦。可能人讲这利亚哦，伊生做像斗鸡眼同款，你啊斗鸡眼无好看，嘛有可能人讲啊，这利亚生成就歹歹啊。不管安怎形容这利亚啦，对雅各来讲，利亚是一个无一个吸引伊的魅力啊。所以哦，这利亚这世人注定安那，这世人活伫迄真水的心为利亚的一面内底。你看这咱看到，伊老爸拿班知影，这个大汉族囝利亚。无论是生做多子眼，无论讲是伊是生了歹歹啊，因老爸讲啊，阮这大汉族囝吼，要人带伊，要人甲伊会听甲带吼，可能真困难消啊。啊，拄好吼，你烦恼吼，因这大汉族囝要怎嫁啊？啊，臭拄坎，拄着这个雅各啦。好啦，既然安尼，就甲雅各来行一个。嫁某，什么嫁某？就是我讲的，互伊啉啊水，互伊先对大汉族囝呐先加喙，啊嘛像是呢，会帮伊省一笔7当来的工资啦，剩下的是啊大汉族囝嘛顺续会带嫁出去啊！哇，这个算盘熬掉，熬掉。所以老板真正高调，总是咱看到，对利亚来讲，伊是老爸无想要爱的族囝；对翁婿来讲，伊是翁婿袂疼惜的某。所以圣经甲咱讲遐足趣味，圣经讲雅各安怎对利亚呢？圣经讲，佮疼拉结赢过利亚，佮疼拉结赢过利亚。所以咱知影利亚这大某的呢，伊心里破个洞，艰苦。伊开始对雅各做的一切，就是这雅各曾经对拉结做的，嘛是以撒曾经对以色做的，拢是安那。这大某利亚呢，拢甲所有的愿望拢放伫要得到雅各的疼做目标。所以你看，两个姊妹啊，因互雅各的对待是完全无共款的做啊！伊圣经内底，咱看圣经内底讲了真好。伊创世纪29章31节到32节来讲，耶和华看利亚无得宠，就互伊怀孕，独拉结无。利亚怀孕生囝，甲伊号名流便，因为讲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担我的丈夫袂听我。你看这，所以为什么利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为了因翁雅各生囝？为什么？
为着就是要得到红婿听，敢毋是？哇！一个生，两个生，三个生，四个生，较生有啦，拢生囝。就是刘亚姐，你毋通讲离亚生囝无好处哦。离亚生囝是对当时的农业社会是真好的，男丁是上结达的哦。因为男丁会当做事哦，男丁会当省人工钱哦，男丁是生产力哦。毋过，伊安尼把命生这男丁，生这查甫的，想要对伊的翁婿，对这个家庭中间找出伊的价值性甲快乐，甚至要对伊翁婿也得到什么一点仔身份地位啦。想无啊，因人看伊一眼好无？拢无呢。生遐济，一点仔地位嘛无，一点快乐肯定嘛无。所以，这个方法，生囝这个方法，对李亚来讲，无法度挽回先生的心啦。所以咱看到，不管李亚安怎生囝，安怎努力生男丁，无法度得到翁婿的重视甲疼痛。李亚，咱看。是不是时代悲剧？翁袂听，爸袂爱，哇！爸一直讲想讲这祖囝消袂出去，想尽方法甲这个大汉祖囝塞喙嫁出去啊！伊就免烦恼，可以当趁钱。啊，嫁了翁佫袂听惜伊，哇！这互咱想到一句话：苦瓜煮莲鱼啊！什么意思？苦瓜煮莲鱼，可怜呆啊！有够可怜呆。另外这，就是咱看到，李亚虽然伫整个的事件是一个悲剧，就是李亚是一个属灵渴慕上帝的人。虽然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伫的身躯顶，咱看上帝怎样伫李亚身躯顶做什么事？你会看圣经来讲啊，32节咧讲甲，32节讲甲真好。也看李亚无得痛，就互伊怀孕，独独拉结无。李亚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刘辩，因为讲要我看见我的苦情，担我的重负，要听我。另外这，你有看到重点无？李亚伊讲啊，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以希伯来文叫做以罗希。犹太人因称上帝，唔敢直接称耶和华上帝，因用一个代名词叫以罗希。以罗希，这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一个总称。对当时的文化来讲，伊是对上帝的称呼。就是嘛，个一个名叫做亚伟。你也相信，这个亚伟这个名是伊翁婿雅各曾经捌甲伊讲，这个亚伟曾经伊的祖先亚伯拉罕显现的一位，这个亚伟是曾经伊的祖先摩西显现的一位神。所以伊对雅各的喙中知影。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摩西的上帝，是要祝福人的上帝。后来伊知影，这个亚伟是要收束伊互的祝福的主。所以李亚伊知影，伊唯一得到祝福的管道，就是亚伟这个管道，就是上帝，就是要甲上帝安那抓条条。甲你隔壁讲，甲上帝抓条条，你就得祝福，预备来。有影，咱若甲上帝抓条条，像李亚共款，伫咧苦情的中间，伫翁袂听、爸袂晓的这情形啊，咱看到，伊知影抓条这个亚伟，这个上帝，上帝要收束伊祝，这是伊唯一得到祝福的管道。因为雅各曾经捌甲伊讲，这个神是曾经互伊的祖先得到应允的种，
虽然伊伫迄婚姻生活中间真挣扎，真困惑，总是这利亚伊完全咧伸手这个稳定的主来主来求救。所以咱看到利亚伊生过来的囝，终于有一个突破。什么款突破？当利亚伊生第4个囝的时阵，伊甲这个囝号名叫做啥？犹大什么意思？这届我生这个囝，我这回生这个囝，我要开始俄勒耶和华上帝。哇，这句真有挑战性诶！你讲牧师俄勒上帝的好事咧，较会讲挑战，因为伊前毋捌经验咧，互伊祝福的主。前3个伊所号的名，拢甲上帝无直接的关联。总是生到第4个囝的时阵，伊要掠掉上帝，我要试看卖。我要学到上帝时，看上帝怎样带领我。伊就甲即届生囝名号做犹大，就是俄勒耶和华。但即届咱知影，伊即届生囝了的宣告，甲前拢无共款，因为即届伊的宣告无搁提起伊的翁婿，无搁提起伊的囝，为什么？伊将内心上大的愿望，拢将翁婿甲囡仔刷开，将迄愿望放伫底，愿望放伫耶和华上帝遐。过去的利亚的人生，雅各甲拉班拢偷客伊利亚人生，拢互伊无得到价值甲看重。伊最后有知。看人唔对，看人倒，看山倒，看海海靠，爱挖靠耶和华。然后这咱看到，这是利亚，伊最后选择将伊的心交予耶和华，互伊重新有新的人生。阿门。所以咱看到，咱不该将咱的性命放伫人的顶面，咱不敢将咱愿望放伫人的顶面。咱来看上帝怎样伫利亚生命中间做什么事？果然，咱看上帝已经为伊做什么事？咱知影利亚，伊感觉讲，伊生第4个囝犹大，甲别个囡仔有真无共款的特别。什么？伊感受到。上帝要透过伊生这第4个囝犹大，上帝敢若要伫伊身躯顶做什么事？有影？上帝真正做事啊！咱来看圣经创世纪，作者甲咱真个，伊生这个犹大，名意思叫做俄勒耶和华。这犹大迄正做未来耶稣弥赛亚这个祖先。然后这咱看到，上帝互这个无人爱、无人疼的做囡仔，却成做耶稣的祖先，救恩临到这个世界。上帝互犹大成做耶稣的祖先，却不是通过真水真风hình无的拉结，反倒当成做一个透过一个无人爱、无人疼的女性，利亚来成做耶稣的祖先。你会问讲，难道上帝专门去找互迫害的人来平反吗？并不是安尼。上帝赏赐利亚，互这个奇妙礼物，绝对不是为着平反来做平反。当耶和华看无人爱的利亚，上帝足疼伊。所以上帝所要讲的啥？上帝要讲的，就是甲利亚讲：我确是真正的心龙，迄个无丈夫的，我就是伊的丈夫。我是迄个孤儿寡妇的老爸。你讲什么？上帝是一个用恩典救赎的神。阿门。所以咱看到一般的民间宗教、一般的宗教中间，
迄生命，拢偏偏拢爱成功的啦，成就非凡的人，安尼较会当啊啦，上着道德的楼梯，一路进入天堂。拢话你为生命拢利用迄人有成就、有非凡的人，哦，安尼较人显出即个生命的祝福，就是耶和华上帝伊所用的，确实用一个对老爸无得得到肯定，对翁婿无得得到听利啊。上帝使用伊，正做未来弥赛亚的祖先。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圣经甲咱讲，即个上帝，迄一个对天降落来到这世间来完成救赎的。咱无法度靠咱家己完成救赎的恩典，咱也无法度靠家己得到恩典的，就是上帝通过一个无人爱、无人听、真软正的利亚，成就上帝旨意。所以咱知影，上帝不只是一个君王，咱也不只是上帝的百姓，伊不单单是一个各样的，伊更是咱羊群的好牧者。所以了解，咱看到上帝正做利亚的先生，上帝正做咱的匹配，上帝伊正做咱的好朋友。咱拢伫人的眼中无什么有大富大贵有名的人，总是上帝看你做宝贵。上帝愿意来坐落来听你讲你的心声。咱看到，咱是一个无什么互人重视的人，就是伫上帝眼中，伊是看咱做宝贝人。所以了解，伫这世间有真侪人无法度得到一个爱情的伴侣。当伊需要甲主讲：主啊，我无法度伫这世间得到伴侣，我的翁婿无听我，我的大家无惜我。呢，就是主要甲讲，伊是咱真正的新郎。到最后，上帝的一双手会满足你内心的渴望。阿门。只要咱愿意来转向上帝，咱就知影上帝听你看做宝贝。阿门。甲你隔壁讲，上帝看你做宝贝，伊袂来。所以了解，咱唔通像雅各共款，看另外一半赢过上帝，甲另外一半袂做看做神共款，袂做看做救世主共款，甲所有的寄望拢放伫另外一半，安尼，你的婚姻生活最后会因为你的期待大大失望。因为安怎讲，看人靠人人倒，靠海海靠，靠山山倒，靠上帝上介好。阿门。所以了解，咱真正知影，上帝是咱人生真要紧的依靠。你若将另外一半来放过大上大的期待伫身躯顶，你的另外一半的身躯顶，你往往伫人的顶端，你会失望，你会跋倒。就是咱应该学习加捌上帝一寡，加听上帝一寡。咱对上帝听，较搁较深的明白。你会看到上帝怎样引传这个利亚，老爸无听，翁无收的一个做囡仔，上帝怎样互伊成做蒙福的女子。阿门。讲到这，互我想起台语一首歌曲。这歌曲安尼唱：别人的生命是空间搁包银，阮的生命唔值钱。别人若讲话是金言玉语，阮若加讲话念会出代志。你啊这，我较唱就这句尔，后壁袂晓唱。咱伫家庭，咱伫公司，咱认真做，像利亚同款，认真做，无得到大家心、大官的肯定，无得到顶司的肯定，咱会感觉真失落。亲像两个新妇，拢同款为了家族
奉献真济心力，却是无法度得到大家大官的欣赏。另外一个新妇一定会真实了，我若是一个无互疼惜、无互肯定迄个人，对这咱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世间，伊其实就是利亚的后生。耶稣是一个无人爱的人，咱会当对几方面来知影耶稣是为什么无人爱？第一，伊甘心伫马做来，无人咧生而遐啦。第二，伊无好的面貌，互咱来欣赏伊。第三，伊来到伊家己的所在，反倒当互家己的人无接待伊。最后，当伊红顶伫世界顶元顺，伊感觉所有的人拢气杀伊，甚至伊家己的天父上帝话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气杀我？你看这，伊为什么成做利亚的后生？伊为什么成做一个无人爱的人？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成做这种人？有非就是为了你我，伊担当一切罪过，为咱受死。如果伊对咱会疼，咱深深感动，咱就会当脱离出去超找别个救世主的方式。因为咱无去透过人、透过其他方式、透过人际关系来救赎家己，咱也无通过别人来真正肯定咱的。你唔免通过任何人来肯定你家己，你嘛唔免通过任何人来肯定你的地位，因为耶稣已经为了你救赎。阿门。当你忽略时，当你无听的时，上帝就听你，上帝就听你。阿门。当你无红晒的时，上帝就将这你红晒。特别现主是真侪姊妹无嫁，上帝就将这你红晒。真侪人无错，上帝将做你重要另外一盘。阿门。所以，伊成做咱生命需要的供应者，互咱得到救赎的疼。你孤单吗？你用白天吗？你真寂寞吗？你伫地上婚姻无迄个夫妻的爱情吗？你伫婚姻中间受伤吗？伊就是你的红晒，伊就是另外一句话，伊是叫家己伫地，伊是叫你等候囝的做囝，你委屈下来，我听你讲，咱坐落来，我听你讲，我听你的心声，因为伊为什么做？为什么要安做？因为伊听你。因为伊听你，所以咱看到一个字啊，老爸无听，翁无收，总是安那。上帝要听伊，上帝听到伊的心声，看到伊的苦情。最后牧师要甲伊讲，耶稣怎么听你？因为耶稣听你。甲你隔壁讲，耶稣听你。咱三个同心按头祈祷。是阮听上帝怜悯的主，为阮的人生中间，阮的公司也好，阮的家庭也好，阮做真侪努力，阮亲像利亚同款，老爸无听，翁无收，甚至阮的婚姻中间无得到应该得到幸福，阮伫兄弟的中间无得到应该肯定的价值，阮真失落。就是主，阮感谢你。你通过利亚生命中间，这么苦情的妇人人，上帝你怎样使用伊？你怎样翻转伊世界？因为伊知影，耶和华知影伊的苦情，伊将上帝开始掠条条。过去伊生三囝，毋知影将上帝掠条条。但现今伊生第四个囝犹大的时阵，伊开始知影爱学了耶和华，爱掠条上帝。他知影上帝。甲是伊一切人生的倚靠甲盼望，求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学习这个信仰的信心。举头叫牧主，上帝，你就成做阮的伴侣，成做阮安塞，伫阮小福，伫阮高大，伫阮是求的时阵，主啊，你听我，你愿意坐落来听我祈祷的声，你愿意
坐落来听我的心声，听我的苦情。主啊，感谢你，你真会听我，你真会愿意为了我受定你十架救赎我。主，我嘛要讲，感谢你，我嘛听你。愿主耶稣基督的安慰、扶持、维护，成做咱正人的帮衬。愿同心爱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是咱来回应诗，圣诗612首，圣诗612首，敬语好歹，变化无定，请起立吟全首。咱又愿起来，咱即时咱为着咱贵行事来祈祷。你敢知伫你人生中间，你有遇到无公平的事？敢知你的祖公的遗产，互你的亲戚朋友兄弟所剥削？你感觉真无公平？你真艰苦心？你感觉你做真侪代志，你无法度伫公司中间，互人得到肯定甲价值？为顺你互你的顶司看袂上眼，有时你互你的翁婿看无起眼，你受了满腹的委屈甲艰苦。今日透早通过这个利亚的信息，互咱知上帝咧看顾你，上帝听你，上帝不是伫你身边，你讲囝的、囝的做囝，我要听你的苦情，我要为你伸冤，我要甲你三脚地地。你只是咱为了咱家己祈祷，咱也常时为了咱教会自即个月开始连续，为了咱23届的中级改选，咱来进行一切诶选举的这个方式，咱为了咱的中级改选来祈祷，求上帝掌权这个中间，互人无伊的创行甲掌权，互上帝掌权伊个中间，还选出
下上帝心意的事。咱若常时为着咱进前无偌久，进前洗礼兄弟来祈祷，求上帝帮咱。咱若为着咱即几冬有迄红晒湿热的包含起放包含咱恩惠的红晒还是咱知影的另外一半向阳湿热过身的，咱若为着来祈祷，咱若为着前礼拜个别烧，前礼拜个别烧的孙明朗长老的太太玉芳来祈祷，这个拢是圣经所讲的孤儿寡妇。但真正为着因祈祷，互因瓦靠上帝祝福看主，紧紧行出人生的悲情的心情。咱举起咱的双手，咱也为着遐身体当咧癌症治疗的兄弟来祈祷。咱大声喊三声主，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阮恳求你施恩带领，咱将圣经的教示，阮知影上帝听阮。虽然阮看到阮亲像梨仔共款，白无疼，红无熟，伫迄中间无法度得到红晒时间的肯定甲原来，伊真实了真艰苦心。总是上帝，你无袂记之，你伫伊的生第4后生犹大，伊开始来摇头仰望主。主啊，是啊，你是阮所摇头仰望主，你是阮一切的倚靠。你是愿意疼惜阮，愿意听阮心声，听阮祈祷的主。主啊，恳求你帮赞，互阮的人生虽然拄着顶死无疼大家大看无俗的情形，阮真孤单。总是主，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主，恳求你帮赞，听阮祈祷。你是阮的倚靠，愿主你成就阮的倚靠。阮也为着我这站。愿为着中州改选来祈祷，愿恳求你圣神带领，主你亲自掌权带领，互整个的改选的过程中间，主互愿意献身服侍主你的兄弟来受竞选，成做你忠心良善的主管家。愿上帝你使用阮的整个的改选的过程，主你掌权在其中，主你也帮赞，因为阮这几冬阮的。当中有孙明朗长老的过身，有启放兄弟的过身，有阮恩惠先生的过身。主啊，有一寡兄弟，伊的红晒，伫意外中，伫破病中间死到过身，因成做圣经中间的孤儿寡妇。主啊，你着成做因的倚靠，你着成做因的红晒，你着成做因的石盘甲倚靠，互因是孤单中间，主你犹原听痛伊。祈祷的声，你嘛犹原守住因可以来行头前的路站。愿上帝你施恩带领，阮也为着身体欠的兄弟交托你，愿主你伊伫的灵临到着因，互因伊白领中以完信心仰望，主你着成就你伊伫的稳定，互因紧紧恢复来敬敬主。以主名前，阮同心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兄弟请坐，这时请咱备万心来奉献。奉献是为着要来回应上帝的疼，用伊来感谢，用伊来敬拜。咱会当主日奉献，也会当为着各机构来奉献，为着因奉献，为着因祝福。这时请这次来奉献的何师。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的亲献乎你，应出龙潭的旨意，我的才情。你属属
的祈祷。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伫殊荣工商甲阮三角之地，互阮有丰盛的恩典。虽然有时有欠缺，但是阮愿意献上担保，成做你教会圣工的路用。求主引带阮有用智慧来使用这个奉献，互你的教会成做福音的出口，成做侪人的祝福。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差遣，咱的吟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罪因错，甲你差异，心内罪恶，你面前对主宝贵，他的世情，愿你所要，我命尽力，伫我心内，给我归去，献出因爱，最后模样，因全人灵魂的救，我的是山求主赐福，困苦的人属于快乐，相信因做光阮当行，延延不弃，延更你名。阿门。祝祷请红牧师。让同心来对上帝遐领受恩典祝福。我将你交予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你上帝爸囝圣上殿降临伫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